今年10月才打成立的台南华医扶轮社，看到最近会库欠货严重，特别结合舍友以及发育堂中药行、济州豆腐锅、宝康生医、陈建川牙医诊所、厨房有机、一品锅安南店、7-Eleven 丽人门市、鹿角、半均匀定爱心枪胸，做会募集救命烈火。我们华医扶轮社呢，特别选在北安捐血室，因为呢，它这是一个新移到这边来的地点，比较不受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所以我们特别选在这边办活动，而且呢，把它办得很热闹。我也要很感谢我的舍友他们的一些赞助，所以呢，我们有现场就有一个现煎的萝卜糕，还有现烤的鸡蛋糕，然后呢还有西点啊、面包啊、咖啡啊、饮料啊，把它当做一个嘉年华会一样。那路过的人呢，也吸引他们的目光，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最近呢办那个捐血活动的那个袋数都很少，那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引起更多的那个回馈，大家能够参与。每一届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所在，时常拢能看到扶轮社的身影。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总干林宇兴也特别到场支持。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当然就是说他不只是配合了就这次的捐血这么多的舍友的出来的帮忙，而且还有配合我们的萝卜糕啦，还有一些那些吃的东西哈，让这个活动会更加活络这样。透过真侪爱心枪伤的假日，让关怀活动变成参像是一场小型的嘉年华同款，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更仔侪过路民众的目光，募集到更仔侪救命烈火。华医有爱，热血常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